这首诗吼。好，咱这首诗咱三块来学咯。哦，我听见你听痛的声，因为我可你，哦，我在通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。我要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求你的名。时常敬心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。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我听见你听痛的声，因为我可你。我在通行的路，因为我心仰望你。我要奉献感谢的祭，也要求求你的名。时常敬心来祈祷，对你表明我心声。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。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我要对你的献上。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恳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。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，正做你欢喜的祭。正做你欢喜的祭。咱要三个来祈祷，咱三个来读这所在圣经吼，伫历代志下第6章14节，咱三个来读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天顶地下无一个神明亲像你。你对遐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，守约施主爱。咱要三个来祈祷，第先是感恩甲认罪祈祷，咱感谢上帝啊，伊是创造的主，伊是万物的主，啊，咱会伫伊的面前来三个来认罪来悔改，请咱同齐开声来祈祷。阿爸爸，你是我们的一切的恩嘛，你是坚固阮的拢，阮们心情拢无离，带阮经过乱世运动。你善良真实就是你，只有你永远徛起，你调阮来归于你。
你的主啊永远无变化，你的智慧真学排切多，眼光甲画面。主安，搁一摆用感恩的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我们来感谢阿罗你，要来甲主你三甲来敬拜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你所有一切好，拢是你所创造的。我们要伫你面前来感谢，来阿罗你。主，阮也知，阮是一个自闭的人，阮时常欠缺主你的听，阮无用主你的听心去听人。主，求你来赦免阮，互阮当阮搁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，你互阮甲主你搁较相亲近，甲主你搁较相相像，互阮搁较学习主你的款式来听人，来听这个世界。阮伫你面前。感谢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过来是伊伫甲透房的祈祷，咱会通邀请主成做咱的主，咱会当为着教会中间有病痛、有欠安的肢体，咱为因来祈祷，咱同心同声来开嘴来祈祷。请阿爸上帝感谢你，互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真做你的囝儿。当我有困难的时，阮要做你的车因，阮要充满欢喜的，要来学罗你不停，为着你的国度来跑走。求你帮助阮的骹手甲身心灵拢袂亚线，紧紧来对着你来行天路。阮的心心要为你来勇行，用虔诚来服侍你，用信心坚定的行事正时刻要互你欢喜。求你减增阮，互阮有气力，用阮的性命来献互你，做你尽忠的路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专正兄弟姊妹来到主你面前，阮搁一摆来恳求主你。专知你是最大的医生，你要医治阮一切，无论是身体、心灵，也是阮的身躯、阮的意志。专所有欠缺的，主你要保阮到家，你要互阮所有有病痛的，会当获得健康。最为着教会中间，这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愿主你的神踮伫因的中间，你欢手伫因的身上。主当因伫艰苦中间的时，主你真做因的快乐，真做因的帮助。最为着所有这兄弟摆咧祈祷伫你面前，愿主你感纳，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咱要为着主持服侍的人员来祈祷，为着牧者甲中级团队所有的同工来祈祷，也要求主来祝福去。今早起咱要举行圣礼典，要甲主同坐祷，也有信仰个别甲小儿以色列的兄弟，求主来坚固因的心，因的属灵的智慧，为着甲要下年对明仔载开始有一礼拜的时间，伫咱的教会中间，求主来带领这细囝会当来认识上帝，来领受祝福。为着13组来祈祷，求主带领所有的组员会当读经祈祷，灵命日日成长，也为着每一个组员因的心灵，保守7月16，等于是要小组的分享来迎神益人。咱当时为着这个事来祈祷。主你是永远话命，我们对你的成全，你是一切恩惠在临是你所互阮的。求你因信是全能扶持，甲咱教会事工伫你的掌管内底，拢有你的带领，虽然有困难，赢过所有的试炼，互得到顺转。因为你是真实的，你是温顺的，你袂捌为阮有残忍甲痛恨，愿你想赐互阮有丰盛的恩惠，对阮所有来到主你面前，自今早起的礼拜中间，我要甲主你来共修圣礼典。自今早起也有一位姊妹要来做信仰的个别，也有2位小儿要伫这个中间来洗礼。所以求你的神来踮伫因的中间，当因来到主你面前来领受洗礼时，主愿你的祝福临到伫因，你看顾因一生，拢要持守伫主你所启示因的道路顶悬，为有主你为因来陪伴因人生的路途。阮要为着今早起所有的敬拜，对头到尾，求主你来祝福、来感纳、来看顾阮所有礼拜定数。阮要感谢你，只是阮也要三甲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三甲祈祷讲。
愿伫天你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495首，圣诗495首，上帝是我一切的盼望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帝是我一切盼望，坚固我心拢无离，带我经过乱世稳当，善良真实就是伊，只有伊应卡起，叫我信心归向伊，让所。上帝救赎万民，日日互咱无欠缺，主的旨意互咱满意，咱为快乐来敬虔，答应爱对主来。欢喜听后遗憾办，咱对永远的上帝是上奉献感谢祭，真心我乐称赞天父，一切心行来感谢。主叫咱着顺他，
咱同心祈祷。创造天地的上帝，阮学了你，因为你是圣洁的上帝，特别拣选阮成做你圣洁的囝儿，求你帮助阮，有对你来的智慧能力，伫地上过着圣洁的生活。主，阮学了你，因为你是公义的上帝，愿你赦免阮的罪。无论是思想、言行，也帮助阮有能力去饶恕别人。主啊，阮学了你，因为你是得胜的上帝，互阮离开罪恶。阮就好胆来到你的上帝恩典的宝座前，通领受你的怜悯甲恩典。来到你的面前敬拜祈祷，学了你的名。全能的上帝，愿祈求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行入地上，亲像行入天庭。我也为了总统、副总统新的团队祈祷，求主来束缚这阵的团队，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心，会当敬虔端正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甲主同行，用智慧来制定久长好的政策，带领人民安居乐业，荣光上帝。阮的上帝，求你来帮助阮，伫教会行起你的话语，互阮真正认捌你。求圣灵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真正经历你。为了到现在种种的问题，阮谦卑伫你的面前，求主伫阮的软弱的时，显出你的完全的能力，因为你是创造的主，伫你无难成的事。你要带领阮安然经过，求你照你的话语来成就，互万民成做你的门徒，互你的教会成做万民的教会。我也会为了今仔日信仰个别小儿洗礼来祈祷，求主纪念信仰个别如灵姐妹，伊伫志工对得胜者社区的事工的付出。求主你也小事以属灵的智慧认捌上帝的话。求主你也赐福小儿洗礼的心灵圆满，保守因渐渐大汉，日日勇壮，充满智慧。上帝恩惠甲因伫地，主耶稣，你亲自阮设立圣餐，互阮每一次领受圣餐，拢会当得到搁较大的恩典，灵命更加成长，来荣耀你的生命。今仔日的礼拜对头至尾，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主甲每一个兄弟伫地，通过圣灵的带领，但牧师为阮传讲的信息。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怜悯，听阮祈祷。请坐，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63篇。就是希伯来书11章，启应文63篇。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古早人因为这个神得到上帝认定接纳，对神，咱在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。安尼。看会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，对神也必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。对这个神，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。虽然阿伯已经死，通过这个神，伊还得讲话。对神伊若无经验死，受牵线去上帝遐。
人无过看到伊，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。伊落受牵线以前，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，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。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。搁信伊会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。对神那对也未看到的事，有听上帝的警告。存敬畏的心，做一只大船，救伊全家。对这个神，一定世间人会做。搁根据这个信，伊成做伊的继承人。对神，阿伯拉罕受调去得要承受最产业的地的时，虽然毋知要去倒位，还阁有伊顺坦出去。这人通过伊的信，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。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，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。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分伫这个安排。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。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。
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1到6节，希伯来书11章1到6节。神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，是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古早人因为这个神得到上帝认定接纳，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，安尼看会到的是对看袂到来做的。对神也比该阮献较好的这物互上帝。对这个神，伊得到上帝认定做义人，接纳伊的祭物。虽然阿伯已经是通过这个神，伊也得讲话。对神，伊若无经验是受牵线去上帝遐，人要阁看到伊，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，伊若受牵线以前，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，无神就袂当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会信上帝有的存在，佮信伊会互寻求伊的人得到报赏。以上，这是咱要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离信心上的超越。咱的这个今年2024年，已经经过一半，进入7月份，时间过了非常的紧。总是咱也知影，上帝会当引带咱每一天的脚步。咱对6月开始，就有来这个早时、暗时的这个讲读，第是顶个月，咱就开始来读这个希伯来书，读到今仔日是第20天。平均，感谢主有50几个兄弟姊妹，透早6点半，就做伙上线，伫线顶做伙来听上帝的话。当然，咱嘛有通过 YouTube， 互袂当参与的兄弟会当继续来参与啊。总是有人会问讲，牧师你遮无闲，早时遮早就爱起来，安尼你困眠有够无？牧师你代志遮多，即马教会牧师较少，干事较少，职事较少。安尼你敢无因会过来？总是感谢上帝，上帝的话真做咱一天的开始，会当真做咱的快乐。所以我颠倒感觉，读上帝的话最开始，时间袂讲足紧，感觉每一天拢过到很充实，而且嘛听上帝的话，互我的感觉是上帝互我一天拢袂爱困，袂拄久，然后真正会当会困的时阵，2秒钟，就会当准备好困安尼所以足省时间的啦。互咱做代志搁较有效率，袂听讲伫遐变来变去，困袂去啊！所以真正读上帝话好处真侪，甲咱隔壁兄弟甲伊鼓励，读上帝话好处真侪，互咱好食搁好困。所以咱邀请咱兄弟姊妹固定一个时间，每一天咱会当固定的时间来读上帝话，总是上帝话无有好读也无好读。无好读，咱若真正要读上帝话时阵一定会感受哇，上帝话无好读，但是爱安怎？爱消化，因为无好读，所以咱毋通吞落，吞落就安怎？见着，见着安怎？你就会面就翻乌你就爱叫护车，乌伊。咱读上帝话就是爱补、爱消化、爱有一个时间，所以咱即礼拜用7天来读希伯来书11章，我感觉安尼足好消化，嘛互咱袂去见着。所以咱对2礼拜前、3礼拜前，咱就开始通过希伯来书分享伫安息顶悬安怎样来超越。安息就是爱进入上帝话，每一天拢是安息日。顶礼拜咱分享的就是爱伫即个做好、行好来超越，因为上帝爱咱诚做万民该祭司因为神来亲做义，会当进入通过耶稣的身躯，就是教会。
因为神真做神，咱会当来照顾耶稣的身躯，就是教会的社区。因为神来得到恩根，咱会当来建立耶稣的身躯，就是建立上帝教会，是同过聚会、同过小组。所以上帝话真正要互咱对家己的家、上帝的家引带咱到伫天顶的家。今日要继续来分享，就是信心来超越。要分享以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亲爱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带领阮伫2024年已经经过一半，对即个月开始，2024年就得要来结束。总是上帝你的话，会当加做我每一天脚前的顶，路上的根，会当互阮对时间搁较好来把握，对生命会当搁较定着，也对头前的人生的目标方向会当看了搁较清楚。愿上帝继续帮助阮、教导阮，互阮会当把握读上帝话语的机会，也互你的话会当消化进入阮的内心，成做阮的营养分，成做阮的信心甲快乐。安尼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信心要安怎超越？希伯来书甲咱讲，信心是真有价值的。包括头前，伊讲耶稣比摩西、比祭司、比天使、比遮的祭物、比圣所搁较大。但是希伯来书要甲咱讲的就是信心的价值。特别希伯来书10章的38节，若有人丢除退后，我就无合意。Strings back， 就是讲救去。若有人伊的信心是救去，然后搁退后，安尼上帝就无合意，就是上帝无欢喜，上帝无介意。上帝爱咱的信心是爱长大，上帝爱咱的信心是爱向前。但是，若有人伫遐丢除、伫遐退后，安尼上帝就要无要甲伊做伙行。然后11章，咱来读第1节，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啊。今日咱读第3届，包括启应文，包括拄则书类读经。即摆咱读即个第3届，即句咱拢真够背啊。神是对所仰望的事，什么是仰望的事呢？就是想要做的代志，毋是咱想要做，是上帝想要做，会当有一个 assurance， 就是有一个确定，有一个把握。看袂见的代志，咱会当肯定，就是 conviction， 咱会当来信服、信道、相信。虽然目睭看无，但是咱会当肯定。今日报纸，咱有看报纸的头版写啥物？郑文灿500万交保，对这个代志你看到啥物？我唔知影看到啥物，但是你的信心伫安怎啊？这个做市长的一定拢是安尼啦，做官拢是安尼，啊是你愿意相信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选择，但是要做选择、做确信，就是爱去知影搁较侪资料。所以伫法院法官还未判进前，咱的台湾即摆的法律是无罪推论，袂当。法官还未判以前，咱袂当先做法官，先判这人对还是毋对。伫教会嘛是安尼，咱袂当惊一人好还是歹，对还是毋对。咱就袂输比法官搁较大，比上帝搁较大。这人就爱落地狱，这人就该死，安怎样的？咱袂当安尼，咱就应当爱用信心来信靠上帝。第2节，咱搁继续来读第2节。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认真接纳，所以才讲到3个代志：一个是所仰望的事，一个是无看见的事，一个是古早人。所以牧师今日通过这3句要来甲大家分享，要安怎伫信心的顶悬搁较来超越。头一个伫所仰望的事，咱要安怎样来超越？咱当来对第4节到第6节，所以咱先来读第4节，对神。阿伯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，对这个神，伊得到上帝认定做义人，接纳伊的祭物。虽然阿伯已经死，通过这个神，伊要得讲话。才有2件事讲到阿伯就是亚当的第2个囝，伊哥哥叫做该阮，本来就是爱来传承继承上帝互亚当的应允甲祝福。但是兄弟2个拢来送礼物给上帝，一个上帝甲伊收去，一个上帝无甲收去，结果阿兄就见笑安怎？
转受去，甲即个小弟阿伯甲伊拍死刣死。但是小弟死了后呢，伊的血还在讲话，伊的血还伫即个留伫即个地内面，甲上帝求救，甲求上帝伸冤。所以，互咱看到信心，互咱做的代志、献的代志，会当得到上帝欢喜。第二个，信心有信心的人，死了后，佫会当讲话。好，所以甲你隔壁人讲，有信心的人死了后，佫会当讲话。有信心的人死了后，佫会当讲话。你有相信无？你若有相信，你死了后，你会当甲上帝讲话。你若无相信，你就毋知影死去的人竟然会当甲上帝讲话。是通过阿伯的血，伊的血走入去涂骹，总是即个血内面就有即个信心的 DNA 啊，就即个信心甲上帝求救。所以虽望阿伯袂当阁做啥物，但是上帝出来替伊伸冤啊。第50对信，另外第二个人以诺无经验死，受牵线去上帝遐，人无阁看到以诺，总是上帝甲伊牵线去。以诺受上帝牵线以前，就已经互上帝认定来接纳。咱知影以诺甲上帝同行300年，这300年中间，毋是最后299年甲上帝同行，是伊对出世就甲上帝同行。为什么伊出世就会当甲上帝同行？是因为伊的老爸就是亚当的第6代，安尼甲伊看教引传，直到伫以诺伊出世的时阵，就知影安怎样行上帝所欢喜的路。所以这300年中间，伊上帝所爱就是以诺所爱，上帝所行就是以诺所行。所以伫伊受上帝接纳去天顶以前，以诺就已经甲上帝是做伙来行 ，working with God， 甲上帝行同一条路。但是咱若无信心，检测你要行的路，甲上帝无共款。上帝要向遮行，咱要向安尼行。上帝爱咱向前，但是咱叫求去要退后，上帝就无来欢喜。所以要安怎互咱的人生会当甲上帝做伙来行，就是爱对上帝话来得到信心，钦调上帝应允。好，所以咱讲一摆，对上帝话爱有信心，爱钦调上帝应允。你知影上帝要互你什么无？你知影上帝要应允互你啥无？你知影上帝要用信心互你行什么路无？这是咱对上帝话所领受、所会当得到的。第60个继续讲，无信，咱今日读4届后，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要信上帝有存在，佮信伊话，互祈求伊的人得到报赏。所以这句话真要紧嘛，是咱今日的根据啊。就是有信心的人，伊对所上帝望的事，伊拢有信心，而且伊安尼行，上帝就欢喜。伊嘛知影安怎样到上帝面头前来。希伯来书第4章就讲，上帝的话互咱安息，安息以后，上帝话亲像一支双面来的什么剑，会当插入咱的灵甲魂、骨质甲骨髓，然后会当分别咱的心思意念，互咱知影安怎样好大进前到上帝施恩宝座前。到上帝面前，毋是来伫遐发徛，到上帝面前是来领上帝要互咱的应允，就是要来领工钱啊！好，咱若昨有做伙共读，你就知影即个字，伊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将工钱分互咱，就是你做上帝工。到时间，上帝面前，就是来领赏、来领奖啊！所以咱要伫信心超越，头一个就是伫所望的事，啥物咱望讨上帝欢喜，望到上帝面前，望领到上帝报赏。好，这3项，好，咱来讲一解。望讨上帝欢喜，第二，望到上帝面前。望领上帝的报赏啊！这3项事就是信心的超越。第2项，咱爱伫看袂见的事嘛，爱来超越。要来请问大家，看会到的较大，还是看袂到的较大？好，安尼大家拢最有智慧的。好，咱拢会想讲，迄个眼见为凭啊。好，所以即礼拜牧师有收到一个 line， 看到一个教堂放烟火，冲出去以后，就开始讲哇，这是巴黎奥运的点火，看到足欢喜，就紧送互厝内底亲人家族拢送去互因。结果呢，过阵间有人讲，
这个唔是呢，这是2023年伫意大利的一个教堂的一个仪式的放烟火，好，并唔是巴黎奥运，哇！紧甲收回来，收袂回来，好，即个讲歹势回失咧，好，这个是假讯息啊。咱现代人常常活伫即个假讯息、假的消息的中间，就算你目睭看到，敢真正是真的，嘛无拄拄是真的。你目睭看会当凊彩就相信无，嘛袂使凊彩就相信，好，不能眼见为凭。要安怎相信呢？希伯来书第11章70到20，讲对神那要对还未看到的事，就是毋是用目睭看，还未看到的事，有听上帝警告、尊敬畏的心，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。那要做船之日，伊捌看过船无？将来毋捌，吼，即个大船有人捌看过嘛？嘛无人捌看过。但是上帝讲，伊相信，照上帝讲的，爱偌长、偌宽、偌悬、偌深，几间房间分几站，伊拢照安尼去做。所以用信心，虽然目睭无看到，伊一步一脚印去做。然后即只船救着啥？救着那阁救啥？救伊全家哦！一个有信心的人会当救着伊的全家。甲你隔壁兄弟讲，有信心的人会当救伊的全家。有信心的人，安尼我要请问，恁全家有得救无？有，啊无要安怎？你的全家若还未得救，吼，你就爱讲主啊，互我有更较大的信心。主啊，互我对全家得救更较有信心。我为着我的全家来起一座大船，我愿意为着我的全家来备办上帝你的救恩。我会当引带伊来到教会，会当引带伊来信耶稣。所以后壁佫讲，对这个信，那定世间人的罪，根据这个信，那成做义的继承人哦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伊毋捌看过大船，但是伊用信心来做；伊毋捌看过落雨，但是伊用信心等待落雨迄天。伊一个人要得救，伊嘛是引带招些人拢来得救，但是只有因全家人甲伊同款有信心，愿意入去，其他人无愿意入去。最后，那诚做圣经头一个审判官来审判地上所有人的罪恶，因为已经讲出上帝话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毋对，伊嘛诚做头一个上帝认定做义的义人，比亚伯拉罕更较早10代哦。那是亚当的第10代，亚伯拉罕是亚当的第20代。伫亚伯拉罕10代进前，就已经用信心在行这个道理。请问咱的10代进前在做啥物？唔知影，可能在夜香，可能在对拜，可能在食菜，吼，可能在去做花香，吼，但是花香应该是袂生啦，吼，所以咱这个祖先若做一个做花香、做年糕，吼，咸菜，吼，你就袂伫这个世间。但是亚伯拉罕的10代进前，伊就已经用信心在轻调，所以到亚伯拉罕为什么伊的信心更较大？就是因为伊的前的祖先前辈古早人就是安尼用信心来活。所以第8集佫继续落去，讲到亚伯拉罕对神，亚伯拉罕受调去特别承受最产业的地，就是迦南地的时，虽然毋知要去倒位。伊敢知影上帝叫伊爱走爱出去，但是去对毋知影，吼哪行哪看哪等哪找，最后来到迦南地一个大树骹叫做曼利，较早叫做摩利，后尾叫做曼利的即个大树骹，吼橡树的下底，迄就变做伊伫迦南地头一个杂名的所在。但是伊伫迄个所在是架骹架固伫迄个所在，伊就是来遮露营的。你较爱买厝还是较爱买帐篷？买厝，有人一世人要买帐篷，住帐篷嘛。我想大家拢嘛爱有家己的厝。但是亚伯拉罕来到这个世，上帝要予伊的，但是伫遮露营，对75岁露营到几岁？好，咱若去算，算到130、40岁，还搁咧露营，好，无有家己的厝，为什么？这就毋是伊的所在啊！虽望伊的古早祖先10代进前就是伫即个所在开始来分摊出去的。
上帝大船就是停伫迦南地迄搭所在，但是竟然即马10代以后，这地已经是别人的，伊也无权利讨转来。但是伊就伫即个所在定居60几年哦，听候上帝应允来讲。所以不仅是若是阿伯拉罕，伊的囝以撒，伊的孙雅各，大家拢咧住帐棚，伫遐咧录影几啊代哦。但是因为因期待上帝，好，咱来读第10节。因为伊期待上帝所设计、甲起造迄个有地基的城，这是今日咱早起讲道的金句啊。阿伯拉罕伊无为着即个帐棚，就感觉满足。伊知影上帝要互伊的，绝对是比这较大的。你有期待上帝互你的厝较水、较大间无？啊，有啊，爱有即个信心。你若无期待，就安怎？你就继续困你即间就好啊。好，你就继续大。你若有信心，好，甲上帝讨，上帝当然欢喜。好，照正确的信心，享受好的物互人。连老爸甲老母拢会将即个饼甲鱼仔互囡仔食，何况上帝要将更较好的礼物，就是信心。和享受和信伊的人吗？所以咱的确是当通过信心，甲上帝讨更较好的，讨更较大、更较水的。但是爱照上帝旨意。阿伯拉罕知影即个徛起的所在，上帝要伫即个所在，互伊定军搁徛起，然后要起一座城。甲他们教会开始的时阵，对因路街对和平路因路街安尼来开始。迄当时出来的人，因敢有信心看到嘉南教会要伫中华路来买一栋大楼，可能还未看到。但是因就是哪行哪准绳，一步一脚印，到上帝互伊的信心哪大就安怎，因就哪大。所以迄阵的人有信心无？讲嘉南教会要起几楼？2楼、8楼。哈，迄阵就讲要起8楼，无钱要安怎？地基先甲拍好，先甲挖落去，等甲有钱安怎，才搁甲塌起哩。所以因有信心，因知影即个所在袂当只有起5楼，袂使只有2楼，较早这是只有2层楼。吼，迄是古早人的信心。尾啊起起来阵是5层楼，因为钱无够。但是因有信心，吼要互伊做8楼，所以真正起起来了后10档来，吼就完成对5楼到8楼。即马你伫即个所在有信心无？你感觉即个所在爱起几楼较有够？100楼，吼变桃园101安尼哦，安尼就有信心呢。好，但是上帝互咱的信心，咱会当甲上帝讨，因为即个地基就是耶稣基督啊。所以阿伯拉罕伊毋知要去倒位，但是伊伫应允的所在做人的人客，吼向赶会着紧煞。人讲即个所在袂当录影，去别位，吼伊就只好去别位。但是犹原在听候即个所在要变做上帝的城，所以今仔日咱若去到耶路撒冷，迄个所在土地是啥个？毋知影，迄是上帝，上帝交互啥个？以色列以色列对象开始，对雅各的阿公阿伯拉罕，伊用400舍客勒买迄块地，所以迄块地就是对阿伯拉罕伊来买，伊买起来种啥物？台伊的某，吼，做一个蒙地，吼，所以成为他的福地啊。所以咱台湾人咧讲，即个蒙地就是福地，有学圣经无？足学圣经的，吼，所以甲你的兄弟讲，吼，你的蒙地就是咱的福，你的蒙地就是你的福地哦。安尼蒙地爱紧去买较大间的啊，嘛无需要啦，吼，蒙地伫天顶啊，吼，就是咱天顶永远的徛家。所以上帝和阿伯拉罕就有信心呢，因为伊的前10代，即个叫拿阿，吼，伊的前13代以诺，伊的前20代，吼，前19代，吼，虽然阿伯毋是对亚伯拉罕不是从亚伯生的，吼，但是两个名差足近的，亚伯甲亚伯拉罕，吼，名差不多啊，吼，一半以上是共款的，所以伊拢就有信心呢。所以11节到12节。阿伯拉罕虽然已经老，撒拉嘛已经超过生产的年岁，一个查某人会当到几岁当生囝，就当破世界纪录啊！50-60岁也会当生囝，就阿婆安怎生囝，真拼啦，真拼！请问阿伯拉罕甲撒拉因有拼无？你哪会知？
圣经有写无？咱无看到伊安怎拼，但是咱看到因用信心来拼。当阿伯拉罕99岁时阵，也无家己的囝；撒拉90岁时阵嘛，也生袂出来。一个99，一个89。但是上帝甲来到伊的面前，讲明年的这个时阵，你要得到你家己的一个囝，所以因着安怎？相信还是无爱相信？相信以后就爱安怎？拼，就爱转去拼。所以这对老翁老母99岁到89岁，转去真正就拼一个囝出来。所以因伫这个大树后面，一个开始的时阵，撒拉听到咧偷笑，讲哪有可能讲啥物妄假，哪有可能阿婆会当生囝？但是上帝话头甲伊讲，你在偷笑吼？无，我无偷笑。上帝讲有，你在偷笑，即马你的囝就叫做笑，叫做以撒，吼，就互你一世人笑一世人。但是呢，因两个互上帝点到了后，有信心，转去拼。时间到，吼，毋那是一个囝，然后这个囝呢，佫对这个囝生出，吼，这个12个，对这个囝生2个囝，然后雅各佫生12个囝，然后一代过一代，就亲像上帝讲的，一个得要死的人有生团子孙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，亲像海边的沙算袂了。迦索伫倒位？伫外口做交替哦。好，迦索即马伫要40岁啊，吼，伊还未娶某，吼，还未有某，还未有囝，还未做老爸。但是迦索有信心无？有信心就要安怎？好，你拢是迦索安尼哦。若无信心，就啥物拢无要做，啥物拢无要求，啥物拢无要爱，嘛无要讨。但是有信心，你就甲上帝求。甲上帝讨，上帝即个我要爱，因为这是你要互阮的祝福，互阮的应允，我就要来安怎？该拼落啊，吼，该拼看卖啊！真正因拼的时阵，上帝照伊的应允，互伊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、海里的沙，算袂了。这伫16章阿伯拉罕还未改命的时阵，伊就相信啦。所以上帝互伊看到这个星，伊的信心就伫迄个所在开始发出来。然后对85岁、95岁、99岁、100岁，信心安怎愈来愈大。好，所以甲你隔壁兄弟讲，食愈老，信心愈大。好，所以咱中间向上老，伊的信心应该爱上大。好，这是若照圣经，咱的信心甲咱的年岁加添的时阵，咱爱对上帝愈有信心。但是咱若食到年岁愈多，对上帝话愈无信心啊！圣经讲的拢是参考尔，信心安尼头前后壁看就好啊，免啥物看啊！咱若是安尼食愈老，咱的信心愈倒旧，甚至连上帝话嘛袂当消化，袂当吸收。安尼即个信心是互上帝无欢喜，因为伊是倒旧个退后，袂当得到上帝欢喜。最后。咱的信心要超越，就是爱互家己变做信心的什么人？较大声，信心的什么人？你是毋是古早人？毋是，你是什么人？现代人啦，吼！你也会讲话，咱拢讲家己是现代人，但是有一日，你甲我会变做什么人？古早人啊！好，所以毋通欢喜伤久啊！好，搁食嘛无偌久啊！有一日，咱真正会变做袂讲话，变做古早人。但是，这个古早人虽然袂讲话，伊的信心也得讲话啊，伊的信心也伫地啊。13集，咱做伙来读。这个拢是到死一直有信心的人，伊无得到上帝甲因应允的，毋过对远远看见就欢喜，承认家己不过是地上的出外人。是假句的，这个人到死拢已经有信心，而且伊是远远看到。虽然上帝讲的代志还未发生，但是伊承认家己不过是一个出外，亲像阿伯拉罕来地上来露营。就算我伫桃园、伫台湾、伫美国、伫大所在买厝搁较大间、搁较水，但是迄嘛不过是一个帐篷，我不过是来遮露营。因为搁较水伫倒位，伫天顶的厝，
所以这个人是古早人，就是啥物？存着信心到伫死的迄天，拢有信心。虽望目睭还未看到，古早人就是对远远来看上帝所要做的代志，上帝要讲的代志，各种远的，但是伊就开始欢喜来迎接上帝要做的。古早人就是承认家己的地上是暂时架开的，是架久的。伊要去的是永远的厝，是伫天顶迄个有根基的所在。所以咱来做一个信心的古早人，就是互咱用信心到人生的最后一日，互咱对即马远远看圣经、看上帝，抑阁真远，但是咱欢喜迎接上帝伫圣经要讲的，承认咱伫地上拢是暂时的。不管你有几栋的厝、几台的车，你的存款有几个位数，但是这嘛是暂时的，架伫天顶的，才是永远的。所以信心的超越，就是这三项的代志。在所望之事要爱超越，伫看袂到的代志嘛爱超越，嘛爱互家己诚做信心的什么人？好，信心的古早人。好，所以咱即马现代人，好，就要准备家己诚做一个信心的古早人哦。所以最后结论来看，超越的信心爱安怎样来开始呢？爱对你的嘴来开始，好，请甲隔壁的兄弟讲，信心对咱的嘴来开始。信心其实是上帝先讲话，伊的话进入咱的耳孔听到，走入去咱的头壳，想了后，咱就消化，走入咱的心，这就叫做咱的信心。但是这个信心袂当带伫这个所在，信心爱安怎？爱行出来，对倒位行出来？第一个就是对咱的嘴行出来，咱来读14节到16节啦。讲这个话的人，表示因是伫找一个家乡，因若是伫怀念离开的所在，也有机会通倒去。不过现在因伫羡慕的是天顶迄个更较好的所在。所以上帝无因为因称伊做上帝来感觉见笑，伊甚至已经为着因准备一个城。信心对黄色的讲话来开始啊！这有信心的古早人是因对嘴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家己所要追求的是什么？因的嘴所讲出来就是照上帝所讲的。对信心的人，因所讲的，就是讲出伊心内底迄个较无的信心的人，就是伊上帝用信心来陪伴因，互上帝为因来准备一路到伫山顶啊！所以，什么是有信心的话？就是我信上帝，这就是有信心的话。好，所以家己隔壁兄弟甲伊讲，我信上帝就是有信心的话。我信上帝就是有信心的话。我毋是信郑文灿，我嘛毋是信蔡英文，我嘛毋是信什么牧师，我是信上上帝。咱拢是信上帝，毋是信长老，毋是信长老教会，咱是信上帝。对信上帝来宣告，人所袂会的，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。因为上帝所爱，就诚做我的心所渴慕的。上帝所要做，就是我的心也望会当来成的。安尼的信心叫做甲上帝做伙行。咱就是以诺，咱就是阿伯拉罕，咱就是阿伯，咱就是拿阿，咱甲这古早人行伫同一条路，就是信心的路。上帝名叫做耶和华，什么列？耶和华以勒，意思就是什么？伫耶和华的山顶，上帝有准备。阿伯拉罕的信心，毋是到伊拼即个囝出来，甚至即个囝拢30-40岁啊，上帝爱将即个囝带到山顶来烧互上帝。但是阿伯拉罕无第二句话，上帝讲念伊做，就出门啊，囝带出去，萝卜带出去，到伫山顶的所在，甚至甲伊30几岁囝手骹拔起来。然后火柴点好，然后牙刀啊抓悬，准备一刀要来抬落去、拄落去的时阵，天使才出来，讲毋通下手伤害这个囡仔。
上帝已经看见你的信心啊，你的信心经过考验啊，你是真正信上帝的话，无谣言。所以上帝祝福亚伯拉罕，要互伊成做多国之父，成做侪国的老爸啊。但是烧祭原来爱烧，献米又原爱献，献什么呢？迄当时边啊2只羊仔，一只羊仔，羊头羊角，去互树啊颠掉的。所以上帝早就将迄只羊仔放伫遐咧等待啊。咱咧行即条信心的路，检查你讲上帝啊，我即马什么拢无，我即马双手空空，我即马遮老啊行袂赴啊，步袂赢，讲袂出来啊。但是只要有信心，食愈老，信心愈大。你只要到伫上帝山顶，到上帝最大的面前，甚至就算咱双手空空，上帝讲免烦恼，我的名叫做耶和华以勒，伫即个所在早就甲你传好、宽好啊。所以拄则头前圣经讲的，上帝为着亚伯拉罕备办的是一个帐篷到天顶吗？一座城，毋是一个帐篷。嘛，毋是5间的厝，是规个城。这个城代表什么？这个城代表所有信心的人拢要入去的所在。迄个城只有信心的人才会当入去。这个人拢是用嘴来宣告甲宣认的。所以，这礼拜咱在分享的中间，咱会当知影经验，甲咱讲生甲死，拢伫咱的喙齿的下面。你的嘴讲什么，什么代志就要来成就。咱要用信心的嘴来开嘴讲信心的话。一个无信心的人，伊一个开嘴拢会讲什么？无可能。你有认捌这种的人无？有哦，常常讲什么？无可能啊，免讲啦，做袂到啦，无可能。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伊会讲什么？咱无可能，但是安怎？上帝有可能啊！在神凡事都能。目睭来看是无可能，但是咱用信心的目睭来看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咱来禁止咱的嘴，唔通讲一个无可能。亲像约书亚迄当时12个探去看到迦南地，10个转来讲无可能，免想啊！结果这个无可能害死偌济人，害死所有的人。拢死伫旷野，只有2个人讲有可能的，约书亚，搁一个叫做迦勒，只有这2个人用信心真正脚踏入去迦南地，其他200几万人拢都死伫旷野，因为去互一句话叫做无可能，去互伊害死啊！所以咱爱有信心的嘴，嘛要有信心的耳孔。当人甲咱讲无可能的时阵，你唔通马上阿门，你爱讲。人看无可能，上帝凡事拢会。医生甲你讲，你剩3天，无可能啊！但是你爱讲安怎？医生讲无可能，上帝讲伊凡事拢会。咱爱用信心来宣告，超出上帝所爱。咱的信心爱食愈老，就爱信心愈大，唔通倒救。因为希伯来书第10章38节甲咱讲。上帝无合意信心倒救的人，咱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咱读伊的话，这不过是一个开始。读了后，爱个消化，消化爱个变做咱的营养分，变做咱的信心，互咱的心内底无有看虑，无有烦恼，只有信上帝的话。当咱四周围身躯边厝内底有无相信的人，咱嘛要用智慧的言语、信心来宣告。唔通互迄种无可能、负面的思想、负面的言论，叫做非神信念啊。讲一概，就是 deny 否定上帝的话，叫做非神信念。甲上帝讲的话当作妄假，当作无可能，这种是信心的癌症、癌细胞。咱颠倒爱求上帝，互咱智慧，互咱有信心，互咱知影爱做一个亲像阿伯。亲像以诺，亲像拿阿，亲像亚伯拉罕同款，要得到上帝欢喜，一代传过一代。对你的囝有信心无？哦，足细声的。对你的阿孙有信心无？要安怎互伊有信心？你家己就爱先有信心。
毋是我将即个财产、吼，即个口座、即个黄金，互你哦，就有信心的，迄无效，吼，迄一个月以来绝对就无啊。吼，你就算你趁一世人，交互你的囝，搁交互你的孙，毋知影倒一个不好的，3工就甲伊开了去。你一世人，互伊的3工就用了，安尼敢有啥物价值？你爱互伊食到老，互信心，互伊当用到有春，互伊一世人享用不尽，就是上帝的话。好，所以做阿公的、做阿嬷的、做阿祖的，你一定爱从上帝的话交互你的囝、你的孙，放互伊，将圣经好好叫伊来读。好，就算读无要紧，好，咱会当共读，咱会当看 YouTube， 咱会当来消化。因为这真正对伊才是有利益甲帮助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做一个信心的勇士，伫信心超越，互咱的囝、咱的孙也伫信心来超越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阿爸爸，因为你的话真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根，佮建立阮的耳孔，真做阮的信心。总是这个信心爱对阮的嘴来宣告，互阮伫信心内面看见上帝你所要行的。互阮伫信心内面讲出上帝你所欢喜的，互阮伫信心内面行到上帝你所应允的迦南地，互阮会当行这条信心的道路，甲主你同行，帮助阮赦免阮的辜负，赦免阮的骄傲，赦免阮的酒气，赦免阮的退后，互阮会当对你的话真心搁再徛起，也真心搁一摆向前来行。不管阮食偌老，阮拢爱因为你的话继续拼。继续向前行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这时阵要来举行圣礼典，但是咱要来举行神灵的信用告别。咱请咱大家做伙来吟这首诗，信诗354首，咱要来一个来吟第1节到第4节。咱请神人洗礼的简如琳姐妹，好，来到台前。咱既然大做出世，就像魔鬼的天之音，叫天在断着受刑罚，我靠家己袂为倒拖。第4节。上帝名耀随来抗议，表明定心给个人心，面对信心顺天法度，双双照耀行主道路。简如琳姐妹，好，已经伫2013年6月10日，伫真道教会来接受洗礼。真做上帝囝儿，伫2023年6月来到伫迦南教会，也参与伫教会事工甲事奉。当如琳姐妹也已经来明白耶稣基督的信仰，也知影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，愿意真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份子。所以这个时阵要邀请如琳。嘛要邀请咱在座兄弟姊妹，要做伙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来，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。阮信上帝，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信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。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、顶十字架死、搁活，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搁好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快乐，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搁来。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各定军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子民，通过听甲受苦。来真侪愿望的记号，愿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做伫赦免，
用虔诚、仁爱、甲献身的生活归因跟上帝。愿信上帝，予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，负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、甲经济的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阁有追求精神的心。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文字，破坏人万美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人着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。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，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阿门。好，这个时阵，好，要来请如林姐妹，好向后来转，好面对大家。啊，这时阵咱要来请咱的小会员，昨已经来甲如林问道理，好，也来明白了解伊的信仰家庭甲背景，所以咱要请小会员，好。现任的小员来到台前，好，咱来握手来接纳。然后咱要刷者要来请如林姐妹小组哈，好小组好是第几小组？11小组好，在小组要请小组长洪满姐好来代表小组来敬上礼物啊。好，让咱拍拍来给如林姐妹欢迎，好欢迎她好成为迦南教会的一份子。好，好啊，来看前面照个相。好，另外，咱这个生命教育协会，好，咱的这个社区属工部的部长，好，庄凯安长老，也要来代表生命教育协会啊。因为如林姐妹伫过去，伊虽然来教会只有2年较加的时间，好，在这2年已经积极参与伫生命教育协会、生命教育的事工啊。甲志工队服务啊，好加卫生，伊拢是请假来做志工啊，好，所以咱嘛请凯安长老代表协会社区志工部来上礼物给如林，咱拍拍来恭喜。好啊，还有要送的好银炉，好银炉要代表社区干事啊，宜兰人送给宜兰人啊，好，即马银炉嫁到宜兰啊，哈，所以做一个宜兰的新妇啊，后面还有是不是？好，这是哪个单位？自我介绍一下。慧玲哦，慧玉姐哦，好妈吉好，然后哦，咱拍拍来给因恭喜。好，咱搁一摆用普话声好来欢迎如林姐妹成为迦南教会的一份子。好，刷家咱要来举行的是小丽的生日，好，请咱来唱352首。第1集到第5集，好，而且咱坐来吟，好，然后咱请今日要洗礼2个细囝，新丽，好，甲以诺的爸爸妈妈带囡仔来到台前，新会所行的礼仪，也有关系伫小日。亲像旧约行甲礼，表明今日小上帝，爸母行的今日名扬，毋通互伊通世上，常常甲伊信耶稣，日日因带行天路。照教会规矩，会员的囝儿应该着受伫细汉的时领洗礼。马太福音28章讲，所听下日子，天顶地的所有权已经拢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核心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信实的名。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着教是因守，国我日日甲恁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当新的爸爸妈妈张毅、秀英、以诺的爸爸妈妈崇恩、三如，恁的细囝要受洗礼，恁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白恁的信仰。请恁来回答牧师要问的问题。
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，有啊无？听有吼？听得有啊 ？OK 好。第二，恁着我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道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，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，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。恁要要安尼行，有啊无？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，也帮助恁守即个约，守即个约吼。好，但是咱先请谁比较早出生？以诺哈，以诺12月生，好，来以诺来头前哦。好，上来。言以诺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，咱做伙讲阿门。好，请回。好，张新磊哈，新磊是3月出生的，好，困去啊，啊，无要紧，爸爸妈妈有听到，无困去就好，哇，好睡哦。咱做伙讲阿门。张新磊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回座。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才会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，做袂悲惨的会员，有份伫生育的恩典。当这个细囝的父母，甲咱在场的会众，甲网络上参与的弟兄姐妹，亲自来做证，也着三甲分担来培养这个细囝因信仰的责任，直到因长大来领受坚信礼。请咱三甲来祈祷。全能永远伫地上帝，愿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心理以诺甲心理，引带因的身躯甲灵魂，互因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，上帝甲人哪听因。愿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因，引带因平安经过最危险的时期，也救因脱离少年的有胁，直到因成年的时。互因会当通家己告别因的信仰，阁会晓坚持到落尾。主，阮的上帝，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过世间家庭的生活，阮求你祝福这两个细囝的家庭、从恩的家庭、长义的家庭，求你赏赐因的父母，甲囡仔照顾因的人，互因有智慧、温柔的心来照顾囡仔，通伫你的听内面来成长。我们的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你们到台前向后转。好，这时阵，好，咱要来教会，要来敬上礼物哦。牧师代表教会，有礼物吗？哦，14小组哦。好，教会的礼物去哪里？是以前就，现在都没有了。是哦。好，我紧好，安尼咱请教会的牧师把自己送给你们。来，牧师服马上套上去，安尼。好，以诺，亲爱的宝贝以诺，恭喜你从小在耶稣基督的爱中长大，你是有福分的小孩，耶稣爱你。好，雄亲修周，好，亲爱的宝贝心雷，恭喜行了哦，有礼物就行了。恭喜你从小在耶稣基督的爱中长大，你是有福分的小孩，耶稣爱你，心雷。好，那我们请那个小组长、小组长也一起上来照相。好，这个雄亲，好，这两个东西上亲小组的组员复兴小组、上亲小组，好所以2个小组长跟区长好，我站中间好，好，小朋友看前面，阿公阿嬷呀，阿家有一个阿嬷，一个阿公嘛来。口罩，不要紧好，姐姐也来了，自动上台很棒。好，看前面，看镜头，求一个。好，让拍婆来给因恭喜哦。好，希望
好，希望他们都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哦，假告老就变告老安呢，好，继续增产报国。好，跑来，好，还 OK， 好，请回座。咱这个时阵要来领圣餐啦，好，请咱做伙来唱信息355首，第1集到第3集，好，咱坐咧来唱，好，咱请服侍同工来备班啦。愿大主旨甲主这道，专心来听你的话。但愿明白主的临在，激动心灵的栽培。伫高圣经信仰故事，是愿心来做模范。我愿通过一生的声，听的心里大委团。愿礼拜变做行动，心加生活做见证。祈愿出去应听好务，全土所在求和平。基督求你使愿听信，学历写面无怨叹。好愿看见主你形象，伫你救赎的世间。主爱心心赞愿邀请其他人客来分享，听伊心里热情欢迎，收看去一世颂响。一道骄傲不过捆绑，破坏人类的和平。但愿家己天使心度，欢喜恶乐因无停。伫做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教会陪餐会员，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。”愿主耶稣基督的话甲恩典，甲恁众兄弟姊妹三甲伫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。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予恁，就是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八伊讲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捧杯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记得恁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等主耶稣互咱卖迄暝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咱大心来感谢上帝，咱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求你找信神保惠师来审判阮每一个，也审判摆列伫你面前这的饼甲这的杯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保惠，对你恩典的帮助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伫耶和心中伫你的恩典的中间，通荣耀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长老来，咱是要做伙一介绍，饼甲杯吼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恁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请长老来捧杯甲捧饼。
这个饼就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但咱要领受进前，请咱来纪念主耶稣，来纪念伊。这个杯就是新的约，是伫耶稣的会所设立的。伫咱领到这个杯的时，请咱也来纪念主耶稣，来孝念伊的身躯，也来孝念主耶稣伊为咱所流的血。如果咱还未受洗礼，也是还未做虔信礼，请你今仔日暂时唔通来领这个饼甲这个杯。等到你洗礼以后，等到你虔信礼了后，才来来领这个饼甲这个杯。等咱来领到这个杯甲这个饼，嘛请咱来甲上帝祈祷，用信心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，用信心甲上帝求，甲上帝讨。照上帝话，照上帝应允，咱来甲上帝行这条信心的路，嘛是甲上帝三角行的这条路。咱伫主的面前安静咱家己的心来祈祷。等咱摕到这个饼，咱先将这个饼的烙啊，甲伊拍开，甲这个杯，这个杯的挂，咱嘛当甲伊剔开，咱先摕在手头，小等咱做伙来领受，咱当先准备。我们拿到这个饼，我们可以先把塑胶袋撕开，还有杯子的盖子也可以先撕开，我们先拿在手上。等一下，我们和其他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领受，好来享用。圣经讲，咱要领圣餐，就爱彼此来等待，要来彼此等待。好，所以咱伫这个等待中间，嘛是一种的彼此的相听，嘛是一个彼此的代祷。愿上帝伫咱的中间。有没有人洗礼还没有拿到圣餐的饼和杯？好，这时候可以举手。楼上还有一位，是不是民芳？哦，3楼那个长老，3楼民芳那边那一排没有。哦 ，OK。好。耶稣讲：“既若着磨担重担的，就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”如果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的身躯有重担、有病痛，这个时阵就是会当来就近耶稣的时，请你祈祷。耶稣讲，伊要互你今仔日得到安息。耶稣讲：“我徛伫门外伫拍门，听见我的声就来开门的。我要入去就近伊，来甲伊食，伊也要甲我食。”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拍开咱的心门，咱即个时阵要领受的圣餐，是耶稣要甲你、甲我、甲咱做伙来啉食的。咬喙焦、耳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上帝知影咱的心无，上帝知影咱的喙焦，伫咱伫等待时，耶稣要通过今仔日圣餐，互咱的心会当得到饱足，互咱的心会当得到喜乐。
如果咱的身躯有病痛的兄弟，也是咱知影有在带伊的兄弟姊妹，好嘛邀请咱，这个时阵，咱会来为因祈祷。牧师嘛来带咱大家，做伙来为着这个兄弟集体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这个时阵摕主你的饼，就是主耶稣的身躯，甲主你的杯，就是主耶稣的宝血。阮为着阮家己祈祷，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伫阮的中间有兄弟住院，有兄弟伫家护病房，有兄弟因为年纪大无法度出门，有兄弟因为失智退化，伊无法度认人。总是这个时阵，阮都要求上帝，你的身躯、甲你的宝血、甲这个肢体、甲这个兄弟姊妹三角地地。阮中间有兄弟出外，有兄弟伫国外，有兄弟孤单一个，有兄弟欠缺人的照顾。这个时阵，阮也笑念伊，求上帝你的神也临到因，欢手伫因的心上来安慰因，加添因快乐。也愿上帝通过今日阮所领受的，用信心领受耶稣的应允，也信心领受上帝所想说的话命。愿上帝你的神甲阮伫地，愿咱的献上阮的祈祷、恳求，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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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逐摆食的时阵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。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为着咱流的，咱这个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做伙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永远甲恁伫地。咱搁一摆三角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正的食米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。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因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待以后会通因跟你。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这时阵要来奉献，请咱闭眼心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。如果咱无明白奉献意义，请咱用祈祷来表达咱的感恩。我的生命献乎你，做你路引导之时，是个秘籍献乎主。
请起立。我的祈愿献给你，演出乐坛的旨意。我会在心里寻寻，甘愿献你最起故。阿门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俄罗你的圣名。伫今日透早，阮真欢喜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。阮相信，阮的信心是要来超越，阮的信心是要建立在上帝你手上阮的丰盛。现时，阮献上阮的时间、金钱、才能，为圣工的所用。安尼祈祷是奉献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请坐，咱请开安长老来报告。各位小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头一项报告吼，咱拄则迄个领受圣餐的杯吼，请咱小等散会的时，家己带到外面吼，招待所在遐有一个粪扫桶会当等伫迄个所在吼，毋通放伫咱的迄个椅仔顶悬吼。今早起敢有头一摆来到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？有迄个家芳吼，甲伊三个囡仔吼，对即个 Sacramento 登来台湾吼，地牧师的新妇甲三个孙，好任佑的3个孩子，好这个心爱、心宇甲心恩哦。好，现在起立好，咱欢迎。好，下面来报告吼，7月初1到12，因为配合咱那边台湾的冬干训练甲夏令营，所以所有社区的活动甲小组的聚会，伫教会中间拢暂停。今早起伫咱中间有洗礼甲小儿洗礼吼，甲信仰告别，咱恭喜因成做教会的一员吼。好，咱有专辑来到伫咱本会的，咱直接来介绍吼。但牧师甲牧师娘，直接爱徛起来吼。平安。有尤雅婷姊妹对于鼓山教会的转入来，后来哦，咱欢迎。黄大和甲江琼珍敢有来？有直直后壁即马去洗手间。哦。伊对圣何塞哦加州转来。杨玉新姊妹对宜林教会转来吼。应该在华语礼拜。哦。丰盛兄甲秀慧传道。这后边所在，好，还有玉德，玉德甲玉涵，哦，还有哦，请坐。允琪、允杰甲允田敢有来？无吼，好，咱嘛恭喜因吼，好，小等下咱要举行7月份的迄个庆生会哦，所以咱请7月份的寿星先到咱台前来吼，小等有来到楼骹，有礼物吼，好。我继续来报告，且咱徛来头前吼，所以咱这2礼拜的拜三的基督会，咱地点改伫2楼。来楼上的也下来哈，来新眼光已经到啊，请咱向美英指示来提吼，请特刊的小组。伫7月14，要举行说明会吼。好过来，圣经共读是每早起的6点半到7点吼，请咱看周报的 QR code 吼。伫拜三的社区讲座，即摆是请王荣义牧师吼，伊所要讲的是穿越梦境甲看懂自己吼。这2个礼拜德福的关怀据点拢暂停。拜三牧师甲宋会长老要去参加中会的第3次的议会。这个中会妇女部9月初10到11的灵修的旅游吼，请处理长老来报名。第3组的吴登贤兄弟，伊伫6月25王主文调
要伫7月13吼举行入念火化甲告别礼拜吼。7月11要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。好，好，咱即是来举行7月份的庆生会。咱带先来唱这个生日快乐歌哦，还有7月生日的兄弟无？哦，那有就来到台前啊，来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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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哦，来，哦，咱对这个月开始吼，咱逐个月生日的寿星，吼，拢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，有来才有哦，无来就无啊。好6月生日要安怎呢？好，明年6月爱记得来哦。好，来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上帝祝福你，生日快乐！上面有金句哦，上帝顶头有上帝话，好，送互你，互咱遮的7月生日的兄弟，吼，大家辛苦勇敢，吼，家庭平安幸福，吼，这个水果美丽个缘投，好，大家咱食好困好，好，咱来为因做一个祝福，来为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日伫阮台前，才伫这个月生日的兄弟姊妹，阮感谢上帝带领因来到这个世间，也互因伫这个世间久长徛起，有上帝温满满。阮也愿祝福洪主耶稣的名，祝福阮遮在座的兄弟姊妹，伫因这个1年的中间，会当经历上帝搁较大的恩典，经历上帝搁较大的祝福。互伊伫今年中间所到的所在，拢有上帝你甲伊做伴，嘛有上帝伫因头前的开路，互因伫人生的中间会当经历上帝你的恩典甲丰盛。阮同齐伫主的面前献上祈祷恳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咱拍拍来祝福你，生日快乐，恭喜 ！OK， 请坐。好，这加起来差不多。好，咱来将今仔日金句，咱来读两摆吼，希伯来书来做伙来。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人，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，搁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，搁一解。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人，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。搁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。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，圣诗403首，403首，主找见我。吟诗刷请陈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主找见我，主找见我，主找见我，耶稣求你找见，主因带我，主因带我，主因带我，主是心的因带我，主充满我，充满我，主充满我，深深求你充满我，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放出生命踏出去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主庇甲疼痛，信心的感动甲帮助，甲你尽大家三界之地。互恁用信心来领受耶稣的身躯，甲耶稣的保护，互恁所到的所在，拢有上帝稳甲恁支持，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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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。
我先迄个洗礼的兄弟来到台前翕相吼。牧师跑掉了。牧师。那就长老跟长老一起，因为等下要一起拍照。好，请那个信仰告白还有小洗礼的哈，我们到台前来合影。那个崇恩来前面，那个卢里来前面，卢里，照相。